多谢府继续来关心高雄的消息。高雄桃园区代表谢义珍，因为区内民百考虑这个桥和大水冲断去了，伊伫8月10日要去勘灾，结果要转来的时呢，落大雨，无适宜，所以这个大水冲走去。今日这搜救任务已经进入第3天啊！搜救人员透早6点就开始继续伫找，啊，谢义珍的阿姐透早就向谢义珍的这个衫裤呢到现场。伊嘛讲，伊小妹会使赶紧出现，伊个哪讲哪口讲，因兜规暝顶拢无关，希望讲谢义珍知影讲因兜伫倒位。伫溪坡啊，慢慢啊伫行，消防搜救人员继续伫找，只是这条路有够歹行，逐步拢行甲真正难。大家伫找是高雄桃园区代表谢义珍。这桥滑下来了，冲掉了。民百考虑桥和大水冲断去了后，伊冲到第一现场记录桥断去了后的情形，虽然为部落走丛轻一寡物资，也毋过伫8月10日勘灾了后要转去时，无适宜煞和大水冲去。相对接到报案了后，开始展开搜救的任务，为溪坡路沿路一直找，二小个出动树林船。水太大了，太危险了。早起空勤总队嘛做伙咧找人，动用直升机伫空中咧找，希望讲会使找到谢义珍。已经第3天啊，伫厝内伫等的亲人分分秒秒拢是寂寞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这边等消息啊。谢义珍的阿姐透早提一领因小妹衫到现场，希望讲因小妹赶紧出现。伊阁讲厝内电火规暝拢无关。我怕他要回家看不到他的家在哪里，所以我们想说灯开着，不要让他找不到家。大家拢嘛讲，谢义珍会使赶紧出现，搜救人员嘛把时间，就因为山顶天气真无稳定。可能有时候大雨的话，会夹带那大量的土石流，可能搜救上面是相当的困难。今日这个搜救任务，警消人员出动10车20人，二小有10个人，各局嘛派出25个人支援。另外，阁有出动无人机、救生艇等，总共16车55个人，海陆空扩大搜索，希望讲有好消息。